这个是肉参花了，肉参花了。你看中元节前了，今年闰月呢，闰6月，快中元节了，农历7月份了，快中元节了，开花了。哦，我要不太热也不行了，太热会有那个什么介壳虫菇性就很麻烦，最好要注意哦，不能草不能太多哦，用脚踩一踩，还有空再来打草。穿了那个雨鞋，然后绕圆圈踩，把那个草踩一踩压低。等这比较有空的时候再来打草。农历可能3月15还是4月15吧。可能那个印度很热哦，人家都知道要4月15到7月15，要节下安居啊，夏天的夏，天气太热的时候出来草很长哦，怕有蛇啊，或者是惊扰动物了，所以节下安居就避免到户外活动。农历7月15日，我们说的中元普渡宜兰盆节，宜兰盆救导线，救那个地狱受苦的众生。如果有什么东西水果烂掉了丢地上的话，念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，可以施舍给鬼道众生。Om Mani Padme Hum 6字大明咒，观世音菩萨6字大明咒，6个字跟6道有关系，然后加一个施舍的舍。这个是洛神花啊，那个花瓣晒干，里面种子要把它抽出来，晒干了，然后可以煮那个汤来喝呢，对心脏对肝脏都好。